给我打我个，我没啊，我穷啊！小姑啊，那刚才是我一时鲁莽错怪了你，芳芳见过。唔讲，我强就不被别人打哦，不丢了介意，不打了介意，前面人都好打，咁唔贴好几个大娘老师都唔打过，这打下子车唔高头。大娘，小考，杨老爷为咁打啊？小姑啊你所不知，只为我家弟弟今年36岁，得中了辛苦上药，哦，所以他在就业之上说道，这乃是他有人不有命啊，可我认为此乃命里指定的，有命不有人，就为这一句话，弟弟他就把你请来，要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。干嘛？小姐，我讲我爸杨老爷36岁中状元哦，他讲讲个有人不有命，我讲有命不有人，还给讲讲个命贴好，还本高过不高伙子。啊，那徐小姐哎，我爸喏，搿种个气头还讲喏，我唔吃贴装喏，我本打外乡里哦，我总归是给生活，我再调转去我爸唔高个，嘿，还不搞不讨饭人，我不多用啊个，用上用西的非翻身非出头啊个，我这个人啊，一个人吃饱走家不我啊，我一个人讨饭个，还讲个讨饭人不出头啊。就我等到了外乡里哦，我要调转去嘛调转去，我没办法，我靠哦。买来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娃，娃娃。啊，王娃，讨完的。讨饭，你个人讨饭啊？你个人讨饭啊？呀，啦，都说好忙啊，个大娘老上了都说好忙啊。我把此人上下看，一副神相，四少君。与富贵，弟弟呀，你一心要把女儿来，女儿我叫她也无所谓。小姐，我讨饭去了买来啊！娃娃啊，那王娃，啊，那个铁脚里边人啊，叫激动死个王娃，老师没人铁叫我，都叫我讨饭配个。啊，那小姐，你小叫我王娃，能铁脚里我把人我激动死个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啊，既然是你我有缘啊，老弟弟有心要把我的终身许配于你啊，也许这就是你我命里注定的。那今天我要嫁给你啊，你就对我为嫁娶。哎，搿小姐哎，讲老实没讲老实，开玩笑没开玩笑的。挑好个相毛头，再讲我帮是做头名状元的，还我是管家的奶，还我是讨饭人，我两人唔支配的，我配拢去喏要害我的，我唔吃配。